炎天赤日头，伫西瓜做工课就要注意热伤害，唔通着耍。劳动部和桃园市府举办高温危害预防观摩，希望头家针对高温西瓜作业的危害，提升预防措施，来加强劳工的健康保护。日头赤炎炎，天气有够烧热，工人伫咧工地做事，常常有工人着耍昏倒，倒伫咧涂骹，其他工人随进行通报紧急处理。这是劳动部甲桃园市政府伫节温热线工程所进行的高温危害预防观摩会。工地的万箭齐发的时刻，1200个工地同时在进行，所以呢，我们也积极的来希望说，除了宣导。除了设备的改善之外呢，我们的预警系统也能够完备哈。针对热危害，桃园安装一档宣导基站250场，今麦经完成133场。减载部分按照目前的法规，无改先罚3万至15万。新修的职业设施安全规则会甲现场无做降温设备的条文列入起来的。移动冷气，还有喷雾式的这个洒水设备，还有电风扇。对，这3样设备呢，都是当前最重要的防高温的设施哦。我们今年做高温热危害的专案检查，至少查230个场次，是针对特别危害的高温的场所。另外，我们依照工地也会做高温的检查，今年预计全季加起来会超过5000场次的检查。劳动部表示，讲新修的职业设施安全规则公告施行，正开始先宣导，按算8月下旬也是9月正式做第一线检查，发现有缺失就会来处罚。实际上也是来看司法的进度，嘛讲台湾6月到9月，甚至是10月拢真热。嘛强调新修的条文唔是为着要甲人处罚，是要保护劳工，卖着耍。记者桃园报道。